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3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市长候选人郭宏安甲郭台铭做伙宣传政见的影片，互发现是合成的，受到正人的批评。今仔日早起有出日，下晡开始变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雨会持续到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4要面对面会谈。美国体育上将讲，这届拜登爱表明对台湾议题立场。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新竹的选战。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郭宏安12公开一个影片，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做伙宣传政见。不过，选去后发现讲，郭台铭的画面是用旧的影片搁过制作的，哪里大家是拢美甲。针对这个争议，郭台铭是敢若讲会伫人面找回应。也那郭宏安讲，郭台铭有同意授权使用这个画面，都已经说明一切，无必要来徛空。你传宗，我接代。高学院大选特别到位，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郭宏安12释出上新的影片，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共同宣传政见，所被发现郭党的画面是沿用2019年的旧影片合成。郭宏安阵营也发声明表示，有得到郭台铭授权同意使用。郭台铭13下晡出席活动的时阵，针对各界关心的郭宏安争议，只表示会伫面切回应，哪里是拢咧批评。有的问题不要私交，我用脸书跟你回答。希望他要能够去了解新竹市1年预算有多少，提出这样的一个预算，会不会让所有的预算项目去失衡？又或许高虹安并没有对自己的政见内容做了仔细的想法，那这个会不会也是对新竹市民的一种诈骗？宣布跟郭董合体影片，结果被眼尖的人发现是合成，这样的确是比较难取信于民。用两人合成的影片引起外界质疑，不过郭宏安强调，郭台铭尚未行定价无形，愿意同意授权使用画面，已经说明一切。有心人是想要去见缝插针，或者是想要去尝试着用一种好像合成就不代表他本人的话，事实上呢，其实只要原作者授权，没有什么不能用的道理。鸡蛋里挑骨头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事情。选战进入到头上的阶段，未来郭台铭是不是亲身徛台支持？郭宏安表示，目前还未讨论到具体规划，这部分大家后会有期。记者综合报道。9合1的大选即马就伫要到啊！台北市长选举政见发表会伫咧12举行，针对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发表的时间，还阁有剩5分钟就先结束。但市长认为讲，就算阁写了无够长，也是会当甲市民讲一个话。也人黄珊珊讲，发表政见的时间是真宝贵，照顾读了后，就无其他的物件通好讲，是真无彩。不过蒋万安讲，政见发表会，甲该讲的讲好明，才是重点。罢选前就把扫街广告本命区，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透早去东湖市场办票。台北市长选举政见发表会12点场，每一位候选人有30分钟讲市政下图。不过国民党蒋万安只用无够15分钟，伫时间要剩5分钟外时阵结束，也引起讨论。政见发表是一个很珍贵的时间，我们都讲不完，所以我看到好像他是因为照稿子念吧，念完之后没有东西他就没有讲，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可惜啦。差个2-3分钟，大概是还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嘛。那我剩下5分钟，纵使稿子没有那样的不够长度，那也总是有一些话可以跟市民来讲嘛所以差到5分钟，我是蛮讶异的。蒋万安政见发表时间无用了，那被候选人报道。不过蒋万安认为政见发表讲政策，将该讲的讲清楚、讲明白才是重点，也将对伊坐车违停做出回应。发生违规的事情，我们就会依照规定去缴交罚款。那我也特别在交代团队，要更加的留意。9合1大选特别到位，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指出，目前台北市的选情已经慢慢明朗。只剩中间选民甲少年人还未决定，不过即马拿入归队了后，原本伫10分领先的黄珊珊支持度为40%，落到25%。黄珊珊是表示，调查拢是参考接触民众，这是上直接的反应。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咱来看高雄。
变到秋冬的时阵，高雄的空气都变甲真歹。环团已经连续8年上街路要求都要改善。今年邀请高雄市长候选人提出因的对策。民进党单期卖要拼2026年空气品质优良率爱到9成。因若瓜子粉的政策是要互市民，那打头看就会当看到天顶是清清。高雄规工拢无空气品质无好。空气品质指标 AQI 除了美容7站普通以外，一直到下晡3点，其他7站依然是感觉色提醒。每一摆到秋冬季节，高雄市拢是有空气污染的危害。环保团体连续8年诉求改善，选举即要到啊，邀请4位市长候选人提出对策。气电工程厂在2025年，我们希望说全部能够脱煤，那新达电厂在2025年呢，也能够这个提早除役，原来是2026年，大家知道，但是我要跟大家说，2024年就会转成备载。但期卖讲要拼2026年空气品质良率9成 ，PM2.5 良好日数超过1半目标。成为这个南部人，所以我们要送你一台空气清净机。国民党候选人瓜志温收下环保团体所送的空气清净机，也发出反空气污染5件对策，了市民打头看到哪天。台中有一个生煤的自治条例，但是很抱歉，它在2020年的3月的时候就被行政院给废止。那时候呢，我们的陈市长是副院长。如果你对高雄人好的话，你就应该站起来，好好的对抗中央。另外，无党籍的詹文丽是指出，高雄甲海伦是上大污染源，要求改善发电系统，空气污染爱指标。另外，就无党籍的田武雄要求前山大社工业区高污染集中管理，并且经由废气排放水，和厂商有感觉。除了空气污染甲市民息息相关，也有土地正义行动联盟、林园反区段定手自救会这团体也来到现场，把握机会要向陈其迈来定情，引发一阵的吵闹，加在无冲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早起有出日，不少民众拢趁好天出门行踏。不过北部甲东半部因为下半部开始变天，台北季风增强，雨会持续到16，也就是拜三。另外早起9点47分的时阵，台东近海发生最是规模5.3的地震，到在目前是拢无传出灾情。游客伫遮看海，享受美丽的风景。这个时阵，监视器的画面熊熊一直咧海，加在游客是无去互惊到。早起9点47分，台东近海发生最是规模5.3的地震，地震深度敢若有10公里。台东县的大武、大仁上大震度有4级。台东县的大武有一些影响，它的震度到达了4级。那台东市也有到3级。南台湾的一些县市呢，它的震度情况，屏东有2级的震度，高雄也有2级的震度，嘉义跟南投都有2级的震度。镜头来看北部地区，同款是有出日，不少民众趁好天去户外运动甲行踏。不过全台湾日时平均的温度有到30度，感觉会较烧热。不过为下半部开始，东北季风会阁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阁有马祖，落雨几率会增加。这个情形会持续到16，不过对中南部地区影响是无大。16号高压的位置移动到了黄海附近。所以说，台湾附近的风场慢慢转为比较偏向是东风的环境，也代表着整体的温度会稍微的回升一些些。不过到了17号之后呢，高压移动到了比较偏向日本海到韩国本岛这一带，所以说又会变得稍微比较温暖一点点的天气情形。因为12打形成的轻度风台山鸟，因为离台湾还阁有4000公里以上，按算未来路线会向北北西或者是北北东的方向行驶。气象局研判，山鸟风台伫山顶动的过程当中，都会慢慢啊散去，所以对台湾未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年金的保费明年可能会起。卫福部讲，照国民年金法的规定，国民年金的汇率甲投保的金额拢会做调整，汇率可能会为9.5%变做是10%。未投保的金额嘛，可能会为18000块左右起到19000块左右，按算差不多有286万被保险人会受到影响。平均一个人一个月保费要加600多块。受通货膨胀影响，明年国民年金保费恐惊要起价咯。依照国民年金法规定，国民年金的汇率甲一个月投保金额，每年拢会面临调整。有个差不多286万外名被保险人受影响。国民年金，我们国家的，你又带头示范来涨，
那都万物是一直跟着涨，失业率很高，然后人民的生活都过得不好，然后什么物价都在涨。结果你跟着我们要缴的费用也要涨，可是我们的薪水没涨。卫福部表示，国年金法规定，每2年调悬汇率0.5%，所以每年112年汇率可能为即卖9.5%，调悬到10%。一个月投保金额也依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做调整，为每个月1.8万元调升到1.9万元。一般被保险人的自付保费可能为每人每个月1042块，调悬做1100多块。按过生育给付、加老年年金给付、加丧葬给付等，会因为一个月投保金额增加，提悬给付。比如现在固定有在领老人年金的，再加上可能会因为生意等等事故领取一次给付的，我们是这样估起来有144万个人。卫福部强调，实际调整的汇率甲一个月投保金额拢要在精算当中。今年12月底进前对公告，按算明年元旦上路。按过差不多15万名低收入户甲经济弱势者未受到影响，保费会由政府来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在中华田中今仔日举办马拉松的路跑，不过却是传出意外，有一个为台中来48岁姓李的民众，伊参加9.7公里的项目。走到原入路的时阵，是规个人熊熊转的温热，倒伫个人的顶下骹。民众发现了后，有赶紧改做 CPR， 了后送病院，不过也是救无倒来。医师提醒，运动是尽力就好，唔通伤过勉强，避免造成意外。救护车赶紧开来，停伫即个顶下骹，赶紧甲倒伫个涂骹查甫人送上救护车。虽然一度是一直甲伊急救，不过这查甫人最后也是不幸来死亡。去开店的时阵，都还未倒伫啊，可能到半点钟。啊，我去甲看，迄边已经乌去啊。救护人员评估患者的生命真相，经评估之后，没有心跳，没有脉搏。彰化田中马拉松长跑13开始，主办单位估计超过16000多名跑者来参加。这来自台中48岁姓李的查甫人参加的是9.7公里的健跑组，却是伫早起8点外后发现倒伫个原入路一个徛街的顶下骹，而队友原来以为伊伫休困，去甲看卖才发现内拢无叮当，有时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天气呢是相对比较热一点，所以呢比较多发生的就是抽筋的现象。那大概有1位是有昏倒。主办单位对着这个意外表示真遗憾，不过当时气温大约24度，之前也提醒跑者爱加啉一寡水，是毋是因为天气真热，才昏倒也进一步来调查。另外，医师表示，熊熊死去的现象一般跟心脏因素以及冠状动脉有关系。剧烈运动的时候，心肌突然缺氧，就是那个冠状动脉阻塞啊，或者是心脏的运作突然暂停，才会突然猝死。医师表示，除了身体因素，环境的气温加空气的品质都有连带影响。提醒民众，若是参加相关的活动，应该采取渐进式的方式以外，嘛要补充水分。上重要是要根据体力，家己爱责力。记者综合报道。接下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仔载就要面对面会谈。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拜登伫咧确认民主党参议院多数优势保护掉了后，伊讲这对伊参加80会是较有利的。因那即届敢会讨论咱台海的议题呢？美国退役的上将基恩讲，台湾绝对是即届会谈上界重要的议题。拜登嘛爱表明伊的立场，而且都爱讲互明。美国总统拜登到柬埔寨首都金边，甲谈协10个国家的领袖会谈，而且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锡悦伫13下晡针对北韩核甲飞弹的问题会谈。因为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80会就要伫10时举行，这是传出美国民主党有保调参议院的优势，对拜登来讲，对伊伫咧会谈内底更加有利。I know I'm coming in stronger, but I don't need that. I know Xi Jinping. I spent more time with any other world leader. I know him well. He knows me. There's no, we have very little misunderstanding. We just got to figure out what the red lines are,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each of us. 这是拜登做美国总统开始头一摆要甲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外界关心是毋是会讲到台海议题。针对这个代志，美国已经退伍的将军，嘛是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董事长基恩接受采访表示，台湾绝对是80会上重要议题。拜登爱表明立场，袂当有暧昧空间。Taiwan. And that's clearly the most important because President Xi has
consolidated power now as a result of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He's got more power than anybody has had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Mao Zedong. We believe that means more repression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on abroad. He has been threatening to take Taiwan by force. He did it at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again. 基恩认为，拜登爱表明过去10冬中国对台湾的恐吓甲压迫，包括用军机甲军舰侵犯台湾的领海甲领空，美国拢知。就是中国用武力镇压台湾，就是咧逼美国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嘛影响到全球的经济。美国嘛应该爱协助台湾，增加更较侪军事威胁能力。公司新闻台是董秉益。在美国德州12举行一个军机飞行的表演，想要到所发生烧龙的意外。发生事故的2架飞行机拢是二战时期的军机，烧龙了后，伫空中全随爆炸。再来看表演的民众，大家是拢惊一条。这2架飞行机顶按算是有5、6个机组人员，恐惊是拢救袂倒来啊！各种二战的军机真紧飞过天顶，阳光远的所在，扫一架较细只的战机直接飞去另外一个方向，了后马上甲另外一架大型的轰炸机相撞，互现场观众真意外。美国德州达拉斯12举行二战古董军机飞行表演，所发生一架 P-63战机弄到 B-17轰炸机的意外，2架飞行机相撞，直接伫空中解体，轰炸机当作2过伫空中爆炸了后坠落。The aircraft are great aircraft. They're safe. They're very well maintained. The pilots are very well trained. So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about it because I know all these people. These are family. 经过了解，这2架战机拢是非营利组织纪念空军收藏的古董军机。其中 B-17轰炸机是波音公司制作，伫战争时阵会载10个人到11个人，全球只剩45只，只有9只会当飞上天。另外 P-63战机是美国贝尔飞行机公司生产，主要提供予旧苏联空军使用。即马全球只有14只，美国国内只有4只会当飞。这个意外嘛，互观众甲纪念空军的组织拢看戆去。So at approximately 1:15 today, we had 2 aircraft flying. One's a B-17, one is a P-63. The B-17 normally has a crew of 4 to 5. That was what was on the aircraft. And the P-63 is a single piloted fighter type aircraft. There was an incident. It is being investigated by the FAA right now. 原本当地13个要举办的航展活动，因为这个意外紧急取消。即马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展开调查，要查清烧龙的原因。公司新闻台是董秉益。镜头转来咱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即马是稳定转好当中。因应新冠肺炎设置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进行特别条例，明年6月底就会到期。为着要互相关的措施有法院的依据。卫福部长施世元讲，已经有启动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法，按算后一个会期就会送立法院来审议。不过会当确定的是，指挥中心暂时是还未退场。新冠本土连续2天无到2万例，13增加18571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一同期减少2%。中重症147例，死亡61例。重症个案当中增加1个囡仔，密切个案是2岁囡仔仔，无慢性病史，也无做过疫苗。伊9月底捌确诊，10月底陆续出现密切症状，后加赛经过治疗，11月初7出院。截至今日，儿童重症总共263例。那包括脑炎33例、肺炎26例、心肌炎2例、败血症4例、笑吼11例、接龙死亡9例、密西173例。本土疫情稳定下降当中，因应新冠肺炎设置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进行特别条例，要伫明年6月底到期。为要互相关措施有法院依据应衔接，卫福部长施世元表示，已经启动传染病防治法修法小组，由处长王必胜做接执人，按算下一个会期送立法院审议，应确定是指挥中心暂时未退场。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到时间哈。那也没有办法去预测说一定是什么时候，疫情的发展，还有指挥中心的功能是不是都它的任务都已经完成。施水元强调，即卖传染病防治法对于防疫物资只有例行采购，为延续紧急采购防疫物资功能，比如疫苗、药物、快筛、催安等。了个民众若是隔离，爱请假等权利义务，所以爱赶紧修法，互伊更较完备。记者综合报道。228纪念基金会
最近举办咱台湾重要的画家之一李兆樵的作品的展览，希望民众会当透过伊写实的画作，感受威权时代迄当阵无法度讲出嘴的话。即摆图合作餐欢乐，所看袂出农家的快乐。台湾本土画家李兆樵以写实风格画出真济社会局势，亲像另外一笔大将军。画人是周介石，透露伊对执政者用戒严等等的手段压迫人民自由的不满。李石樵对于我们政府当时的作为，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也非常的气愤。因此，他有画下一些对于批判政府的画作，把那个批判隐藏在他的画作里面。李兆樵过去是台湾文艺联盟的成员，身躯边有朋友因为228事件受到迫害，伊就将当时袂当讲出嘴的话，用图甲画出来。最近228基金会特别选出228，反映出当年国民党政权来台湾了后，人民生活无平等的困境，像这把建设，就画出无共阶层身份的对照，甚至点出228事件导火线、此地事件事件内底受官员欺负的老百姓。我们在画作中可以看到有一个卖香烟的阿桑，然后有撑一个黑色阳伞。那其实他也是有一点在追悼228事件的发生以及受难者。这届展出的作品以李兆樵对1930年至1960年代创作甲历史档案为主，让民众看到图内底稳重的人民心声，甲228事件的历史面貌。记者赵立豪开台北仓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15度。再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